然咱讲迄个彩虹是景啦吼，但是伫即个所在咱读诗的时阵吼，嘛是讲彩虹哦。啊，伫诗篇19篇吼，第1节到第4节，同安尼讲哦，这个天讲起上帝荣光。强冲报扬伊的手所做的，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即暝对迄暝传出财物，无言无语，因的声无通听去，因的准钱遍伫天下，因的言语到伫地极。吼，所以咱知影讲，咱即几工连假，咱享受上帝赏赐咱真好的天气，所以真侪人吼，就安尼拢走出去外口，不管安怎，咱看到即个。日头也是暗时，因为对是中秋，吼，安尼看到迄个遐尼水的迄个月亮遐尼大，吼，啊边仔阁有迄落迄个晕，吼，迄个颜色，吼，啊实在是真水。咱就是安尼感觉讲，咱足幸福，咱伫即个所在会当来享受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吼。啊，即条迄个歌词是路易多吼教授吼伊所写的吼。路维多吼，伊是捌做过南神的院长吼。啊，咱知影讲，伊甲伊的爸爸罗先春牧师，拢伫第一伫咧台湾的迄个山地吼，迄个本土的迄个创作，也是信息的推广，也是信仰的迄个传承吼，因拢做足济。啊，咧编即本迄个新圣诗的时阵吼，路维多牧师吼，伊就感觉讲，敢若咱的新圣诗内底要有囡仔唱的较少，所以伊阵啊写一个吼，安尼较简单的迄个词，但是较咱来读嘛无简单，对咱来讲真困难的词吼，因为真侪是台语汉字吼，迄个字要安怎读吼，咱嘛是爱留下注意啊。所以伊阵啊写一条安尼要有囡仔唱的，啊交互朱敬恩是南神音乐音乐研究所吼。啊，毕业的吼，啊，伫咱的信息内底吼，朱敬恩实在是写足侪条迄个歌词吼，伊写差不多有9首。啊，咱知影伊甲迄个颜信心牧师吼，伊有写一条叫一声台湾吼，迄条大家拢真熟的一条台湾的迄条，所以伊嘛写足侪乡土的迄个诗歌吼。啊，咱来看吼，好来看。看第1节，咱先会晓念吼，会晓念即个歌词，之后我都会当唱吼。来，大太阳就彩虹，写出温暖。哦，即个所在毋是四方吼，是爱唱四方，这是要无要紧，四方吼，四方吼，啊，过来吼，遮免哪讲？西啦，咧西，星球西，吼，四季，四季变，四季，吼，四季变，吼，啊，过来，天地万物命三连，这第1节咧讲到太阳啦、星球啦，啊，甲咱生命的迄个关系。啊，咱来看第2节。暗时，小月娘细金星，闪发光，照暗暝。微风凉，心轻松，平安休困，好眠梦。敢若像即摆天气足好诶吼，日时虽然大太阳，但是暗时吼，迄个金星。月娘，哦，咱即摆看毋是细月娘，大月娘，吼，啊，但是暗时微风凉，所以咱安尼伫遐来求上帝，咱因为遮个创造眠，互咱有一个好困的眠。过来第3节讲到交价白，咱迄个新内底吼，咧用的拢是迄款迄个腔吼，白，咱做伙来白，啊，过来吼，糖拖。白，一个是白，一个是白，糖拖白，吼，青草芳花满四季，吼，过来，花青青，水冷冷，吼，鱼虾烧，
逍遥真安宁，吼。啊，过来第4站吼，好朋友三牵手，美丽世界来固守，自创造逐项好，欢喜佚佗来娱乐，吼。所以毋是真简单吼，啊，总是咱做伙来迄落来看即条歌，啊，先请迄落琴甲咱弹一遍吼。小主温暖好守候，祈求世事归头，体万物命相连。这就真乡土，是用咱迄个台湾特别的五声吼，所写的迄一条，所较慢是实啦吼。100吼，预备，咱做伙来唱，预备来。大太阳照彩虹，下注温暖就说曙风，祈求世事归遍，天地万物命相连。搁一遍第1站来。大太阳照彩虹，下注温暖小曙风，祈求世事归遍，天地万物命相连。第2站，小月亮就水金星，闪闪花光照暗暝，蜜蜂和心经上，冰那有困好迷茫，叫家杯汤拖杯，起草旁回满西归，归亲戚水滴滴，跳跃起来哩。第4站，好朋友三牵手，美丽世界来固守，自创造大项好，欢喜佚佗。歹势，吼，因为这无很灵敏哈，嘿，所以这条歌诗歌大概就是咧讲太阳暗时吼，只是暗时啊，甲咱所看到的鸟只啦、虫拖吼。第4节讲到啥？咱人的责任，逐项上帝创造逐项好，总是咱人着爱负责任来固守，吼。来第4节咱搁唱一遍吼，第4节好备来。好朋友三牵手，美丽世界来固守，来创造大项好，欢喜佚佗来娱乐。咱搁学一条新的信息吼。第2条吼，至大上帝愿意出发，这咱伫旧的信息内底嘛有吼。因为这个诗歌实在是咧写讲吼，迄个以色列人吼入去迦南地吼，进前迄个场景，总是咧写这条诗歌时阵改做第一人称，咱家己对团体变做个人。咱每一个人嘛是共款，咱拢要找咱上帝应允咱的迄个迦南地。总是要进入迄个迦南地的时阵，有时啊安怎会拄着灾难，有时拄着丢毒，咱着要来找上帝，甲咱立定的迄个旨意，总是要找咱需要上帝的带路。所以这个所在，至大上帝愿意带我这个词威廉威廉斯伊威尔斯威廉威廉斯伊真够写诗。咱知英国的圣诗之父是迄个儿子伊
差不多会当讲是威尔斯内底的迄个圣诗之父吼，伊嘛真后写足侪，伊拢是用迄威尔斯的迄个语言来写，吼翻做英文的时阵，别人甲翻第一节了，伊讲翻了无好，吼，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家己翻翻译，所以翻过英文了啊，即马差不多有75个语言有人唱即条诗歌吼，即条诗歌是 John Hughes 吼。伊嘛是威尔斯人，伊所写的是一个礼拜中间吼，因为需要即条歌词来唱歌，所以伊就伫遐来写即条诗歌。即条诗歌吼，迄个威尔斯人足爱唱，伫迄礼拜吼，拢总3节，唱3节唱了后，得了迄个会众吼，逐个感觉安尼无够硬，所以个会众佫家己唱吼。伫威尔斯古早迄个教会吼，因逐个都是真爱吟诗的一个民族。牧师有时伫遐讲道吼，忽然间就有人伫遐咧唱圣诗，来拍断迄个牧师的迄个讲道。这是见怪不怪吼。总是吼，慢慢，伊嘛是一个真爱吟诗的迄个民族吼。即条诗歌是逐个都足爱吟，即条有一点点变做因的迄个国歌啦吼。因差不多伫咧任何，即摆较无咧唱即条，但是吼，会众逐个拢会晓，逐个每一个运动会、大型运动会、高等运动会、大型运动会，因拢来唱即条诗歌。来唱第一节。好，来。一大上帝万里跨过，阮过今世曠野地，我情愿将你大关于，你手开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真真样赐我。求你真真样赐我。真实的诗歌总是较咱唱的时阵，咱来想看咱的生命、咱的生活，咱咧追求上帝伫咱人生的旨意的时阵，来唱即条诗歌，望你用一个祈祷的心来唱。所以即条上后尾爱唱阿门，因为这是一个祈祷。咱历史到这。今仔日是上年暑假奉献主日，奉献袋仔放伫椅仔头前，请兄弟准备心，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着俄罗斯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伊的百姓，来赎回伊，替咱兴起拯救的角，伫伊的罗卜大笔的家。三甲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13首，13首。请起立。即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以本州比拉多林来受苦，因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用启应文第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篇。上主啊，求你听我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因为你毋是意爱罪恶的上帝，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讲白贼的你要灭因，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同心来祈祷，创造生命的主，每届阮祈祷也是吟唱诗歌来敬拜你的时，就是甲你沟通联络，也是甲你上亲密的时刻。圣经有讲，上帝是神，
所以拜伊的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拜伊。所以，阮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诚实悔改、认罪，恳求你的怜悯甲帮赞。阮深知，伫你的面前，阮一切的心思意念，连稳重的事、无显露出来的事，你拢知影。阮将心中的忧愁，以及阮做袂到的事，完完全全、真实交托互你。愿你因着阮的信，帮赞阮，时时刻刻遵守你的教示，帮赞阮，成做一个谦卑的人，常常用你的话检讨家己，互阮搁较明白你的心意，行伫你应允阮的道路前。主啊，现今科技进步，造成人情冷淡，社会自私，恳求主叫醒人民有知足、感恩的心，伫团体中互相关心，三夫妻活出基督的疼，无批评，无论断，讲学乐、感恩、造就、劝勉的话，正侪永远服侍你、敬拜你的囝儿。主，伫即几个月来，全球拢遭受到新冠状病毒的侵袭，真侪人失去因的亲人、工作、事业，甲全球带来真大经济上的损失。求主你怜悯阮，帮互病毒紧紧伫地球中消失。阮台湾也常常受到对敌的威胁，人人生活伫惊吓不安中。求主你赐智慧，互阮的领导者，带阮行出一条光明的路，互阮遮的生活伫宝岛的百姓，人人通安居乐业。今仔日是上年主日，真感谢兄姐伫礼拜中的服侍带领，阮用诗歌、读经、祈祷、奉献、交代等等来敬拜你。愿主祝福所有上年的兄姐。阮比较年轻的人，阮也要尊敬较年长的人。圣经中讲，伫白头毛的人面前，你要徛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只要搁要敬畏你的上帝。阮为着今仔日的礼拜祈祷，恳求主甲阮同在。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愿你的名声。
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7章1节甲7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65页。出埃及记第7章1节甲7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65页。出埃及记第7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讲：看。我互你对治法老做上帝，你的兄阿伦要做你的先知。既然我所吩咐你的，你拢着讲伊。你的兄阿伦着对法老讲，互伊准以色列人出伊的地。我要互法老的心意，也要伫埃及地行我最的新约奇事。总是法老无要听恁。我要伸我的手伫埃及，用大的审判带我的军队，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我伸我的手伫埃及，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的时，埃及人就知我是耶和华。摩西、阿伦就安尼行，耶和华怎样吩咐因，因就照安尼行。因甲法老讲话的时，摩西80岁，阿伦83岁。请牧师讲道，题目是心意带来灾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要看的经文，若是第7章，实际上是第7章到11章，因为这一大段拢是伫讲9个灾难，所以咱就合作伙来看。关系10个灾。过去咱一定有用无共款的形式伫解说这10个灾，亲像有的人会将伊拍做电影，有的会用现代发生的事件，搁一解来定义这10个灾。亲像现在伫咱全世界发生的即个武汉的肺炎，也是讲前一阵有的所在有发生草命灾，就有人会重新来讲起圣经的这10个灾。另外，也有人会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这10个灾。若定定看见 Discovery 频道的兄弟，就会定看见讲，因会做一个研究，就是关系圣经的主题的研究。
亲像有诶讲，第一个灾是尼罗河诶水变做火诶灾，就有人讲当时因为发生即个圣婴现象，所以地球诶气温压悬，水变烧，滴到即个尼罗河内面诶鱼仔拢，尼罗河内面一种真特殊诶海草会排出一种有毒诶物质，互内面诶鱼仔拢总死。这鱼仔火甲海草就甲即个河水来染红，所以看起来就亲像火共款。嘛有人用科学角度来解说上尾的迄个灾，就是上可怕的灾难，就是台埃及人大汉囝的即个灾难。有的人用科学的解说是讲，因为当时埃及人伫经过前9个灾难了后，所剩落来一点仔修行嘛互污染，所以当因将这剩落来一点仔修行收入去仓库关起来，这毒素就探甲哪来哪严重。特别是这厝内大汉囝，拢是老爸真好斗相共的助手，所以常常因拢爱去开即个仓库来摕粮食。所以当因拍开即个仓库，就输入去大量的安尼毒素。另外，埃及人的习惯是讲，大囝会当分着双份的粮食，所以当然伊会比别人食落去佫较侪的安尼毒素。所以这以上拢是讲科学的理论。真侪科学家用科学理论来解说这10个灾。虽然这个理论看起来真合理，但是我认为嘛无甲信仰有冲突，因为亲像圣婴现象、亲像海草，也是细菌，这物件也拢是上帝创造。所以上帝调配因，上帝使用因来造成一寡现象。当然，上帝有主权会当安尼做。所以咱会当知影讲，人看做科学的，其实嘛是上帝的业理，所以当咱用安尼理解来看这10个灾的时，也是讲伫圣经内面定定有一寡咱感觉讲受到科学真挑战的这内容的时，咱就会当有信心，会当徛在会牢。因为咱知影科学家无法度对无创造到有，因上多是发现，但是咱的上帝是掌管万物，伊会当调配世间万物的运行。所以，咱对接受落来经文，咱就会当看见上帝的规律。第7章的前半段真明显是甲第6章连做伙。伫顶礼拜我嘛讲，第6章毋是上帝重新呼召摩西，第6章甲第3章是共一段摩西互上帝呼召的经文。但是为虾米会重复写伫即个出埃及？因为这2段是无共款的人，因无共款的目的所写的。第6章这段的呼召是属伫祭司点内面的一种的形式，是为着受掠转来的这以色列人，因会当重新伫信仰上会当恢复对上帝正确的敬拜来写的。所以，这个作者认为讲，为着要互这百姓恢复敬拜对上帝有正确的认捌，伊免用真济的描述，就将重点写落来就好啊。所以，咱若去看第3章、第4章，会当看到上帝用真济时间伫处理摩西真自卑的问题。摩西认为家己袂晓讲话的问题，讲话人无爱听的问题，上帝用真济时间伫遐甲摩西伫遐对话。但是，咱若看第6章的即个落尾，当摩西甲上帝讲，伊是一个喙齿钝的人，伊袂晓讲话的时，上帝敢若一句话尔。上帝讲：我要互你对伫法老做上帝。你的兄阿伦要做你的先知，对遮咱会当看见上帝偌看重摩西，想要增加伊的自信，就甲伊讲：你徛伫法老的面前，就好亲像是我徛伫法老的面前，你会代替我，你会带着权柄来执行我的规律。另外关系你袂晓讲话的问题无要紧，你阿兄会成做你的代言人。伫遮会用先知，因为先知拢是替上帝伫讲话。上帝爱伊讲啥，伊就爱讲啥，袂当实在家己的意思，凊彩乱讲，也是减少，也是增加。看到遮，咱会当发现，一个平凡甚至讲话的大智的摩西，竟然会当行出了后，咱看的遮大的灾难。这毋是原本的伊做会到的，是上帝互伊有亲像上帝的气力，所以伊会当行出遮奇妙搁大的代志。兄弟姊妹，这毋若是圣经旧约的故事，伫新约的耶路撒冷，咱看见，伫耶稣上天前，伊有对伊的学生讲：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灾灵，
搁伫耶路撒冷、伫犹太、伫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干净。只则咱看见耶稣甲伊学生讲，当圣神同在临到恁的时，恁这平凡的人也开始会行出别样的新野。恁会预备赶鬼，恁会当伫众人的面前见证耶稣，甚至恁互掠去官府的面头前的时，恁也袂软软。所以圣经这话对伫咱来讲是真做咱的鼓励。其实咱每一个人甲这圣经的人物同款，咱拢是一个平凡的人。有时咱伫面对甲信仰无同款价值观的时，咱嘛实在毋知影要安怎去面对。亲像耶稣讲，伊讲第二届搁来进前，咱会拄着愈来愈多的压迫。咱也知影压迫，毋是讲咱去打耶稣的伤即款的代志叫做压迫。为压迫是亲像咱伫食头路，可能你的头家叫你做假笑，有诶可能是爱你做违背良心的代志，有诶可能是偶像变做无共款的形式伫引诱你。遮个有当时啊，互咱毋知影安怎去面对。但是耶稣讲，恁的心智着决断，无大心挂虑要安怎分数，因为我要赏赐恁口才智慧。就是恁会正对敌所袂当抵挡辩驳的。而且，咱看见摩西有上帝甲伊同在，咱有耶稣伫咱的内面，咱有信心的同在，所以咱就会当做出，毋是靠咱的气力会当做出的代志。但是，若颠倒反咧，咱若是继续靠死家己咧，伫今仔日这段经文中间，有一个人真做咱真好的境界，就是法老。伫10个灾的内面，有不断出现一个字，就是法老的心硬这个字眼。所以，咱看见伊的心硬，互伊真做是一个残忍的统治者。伊到尾伊已经毋管伊的百姓的死活迄款的心硬。但是，伫遮有一个问题，咱爱先解决，就是伫第3节，上帝讲：“我要互法老的心硬。”也是进前第4章21节讲，我要互伊的心硬。这看起来，互咱感觉真奇怪。安尼是毋是讲法老伊会遐尔固执，伊遐尔心硬是上帝造成的吗？是上帝互伊安尼，伊才会安尼心硬吗？安尼毋是讲起来真无公平？法老伊毋是真无辜吗？但是兄弟姊妹，这是翻译上的问题。这个“互”这个字有随在意的意思。所以新的日本拢已经翻做是任凭随在伊安怎做，所以咱就当知影讲，法老伊的心硬，上帝早就知影，但是上帝安怎随在伊，伊若无要悔改，上帝安怎随在伊。其实毋但是遮，咱伫旧约圣经，咱嘛看见有安尼几啊届安尼的讲法。伫士师记上尾一句话，伫遐讲。当迄时以色列中无王，逐人照伊看做对的来行，这嘛是随在伊的意思。像迄当时咱看到士师记内面，咱遮以色列人因拜偶像，上帝兴起士师来拯救因，但是因了搁去拜偶像，所以上帝讲安怎随在因呐。恁反悔，我会拯救，但是恁若对路，我就随在恁呐。伫先知册的内面，上帝嘛透过先知来指责这以色列人讲，伊发明结连偶像，出在伊吧。所以咱看见伫这个时代，罪恶畅行，看起来上帝敢若无伊法度，但是咱透过其中的意义，会当知影，上帝暂时容阮这罪恶随在伊吧。毋过有一日，当上帝要开始算数。上帝要开始对罪恶无够容忍的时，就无人会再记载会牢。但是为什么上帝无爱互天的太平，要暂时容忍这罪恶存在呢？因为上帝互咱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罪是对咱的选择来产生的。因为咱会当选择好，但是咱嘛会当选择犯罪。所以咱知影，上帝是真疼人，咱即个创造物，伊互咱即个被造的人有自由，甚至是冒一个风险，就是互咱有拒绝上帝的自由。上帝无将咱创造，诚做是机械人，互
互咱一个指令，咱就相信伊。无上帝互咱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有人会当选择伊无要相信，但是有人会当选择伊要相信。所以咱人嘛爱为着家己所做的选择来负起责任，就亲像即个法老，伊有侪摆后悔，又求摩西讲，摩西也求上帝停止遮个灾难，然后摩西求上帝，即个灾难停止。但是只要即个灾难一停止，伊的心就搁硬起来啊！兄弟姊妹，真侪时，咱嘛亲像法老共款，咱的心搁硬搁臭，互家己的意志随在做的引诱，互家己的灵离上帝哪来哪远。但是咱的心嘛充满侪石头，咱根本无法度顺服上帝引带上帝旨意，无法度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伫以西结36章26节，上帝爱先知甲以色列人讲：我要用新的心赏赐恁，也要用新的心下伫恁的内面，佮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石的心，赏赐恁亲像肉的心。我要将我的心下伫恁的内面，互恁顺坦我的律例，守我的法度来行伊。上帝知影，原本咱人内面迄个石的心，亲像石头遐尼硬的心，硬的心是无法度来顺坦遵守伊的律法。只有互上帝换一个新的心，才有可能。安尼，什么叫做换新的心呢？就是保罗伫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讲的。所以，人若点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单拢变成新的。安尼，什么叫做点伫基督？是洗礼就是点伫基督吗？是来做礼拜就是点伫基督吗？拢毋是。点伫基督是讲，当一个人伊承认家己的罪，伊接受耶稣成做伊的救主，伊规个人、规个生活方式、规个态度，拢总爱改变。过去的你可能是为家己活，但是现在你爱为着上帝用光来活。过去你是缀世界的价值观伫活，但是一个换新的人是用耶稣做标杆来跑走头前的路。所以，搁来咱看到第7章的了后，一直到11章，拢是9个灾，甲对上尾的灾的一个警告。所以，咱看见有尼罗河的水变血，然后是参角啊遍满埃及地，搁来是杀母河神，然后是瘟疫，搁来是动物甲人拢生疮。第7灾是冰雹对天降落，所有的农作物拢互拍歹。第8灾是草命灾，将遮个所剩落来的农作物拢总食了了。第9灾是埃及地全地黑暗3日久，什么拢看袂见。咱看见遮9个灾内面有几个特色。我伫遮有拍9个，就是讲遮有做的，甲伊无做的。咱看这9个灾有3个特色，就是惊邪事的，因到落尾拢放弃啊。因伫水变做血。也是参甲捌知的是，因遮惊邪术，埃及惊邪术的人，拢会当变出遮的法术。但是咱看到，当因到后来，因就放弃啊！因看见因无法度做遮的代志，甚至遮惊法术的人，嘛无法度避免家己的身躯，互遮的疮来炭到家己的身躯，因嘛无法度避免。第二，咱看见以色列人所住的所在，拢无代志。这真奇怪呢！杀母、河神、遮个虫，也是瘟疫，也是冰雹，因是无生目睭的呢。哪有可能会当避免着遮个以色列人所住的即个高山地呢？但是上帝就是遐尔奇妙，以色列人住的所在拢无代志。第三，咱看见就是法老的心变来变去。伫第一早的时，伊是无看伫眼内，但是后来咧。伊几啊摆准以色列百姓去，但是佫变心。伊嘛几啊摆甲摩西讲：啊，恁去，伫即个地，伫埃及地来祭祀恁的上帝。但是摩西甲伊讲袂使，阮袂当伫埃及即个地来祭祀上帝。然后伊佫放弃啊，伊佫讲：啊，好，恁去旷野，独独恁毋通行伤远。
伊有即个条件，恁会当去，但是袂当行伤远。嘛有一届讲，恁大人去服侍上主，但是囡仔留落来吧，诚做人质。嘛来佫讲，恁的羊群、牛群拢爱留伫遮，将恁的财产留伫遮，所以恁行袂行远，恁袂行伤远的所在。所以咱看见法老的心变来变去，但是伊的硬心不但互伊家己来食苦，并且嘛连累所有埃及的百姓。所以伫第7章到11章，咱有看见安尼的描写，非常的可怜。当尼罗河的水变做血时，所有埃及人因是伫遐掘地，看会当找着水会当啉嘛无。伫后来这灾难的时，这埃及人甲动物拢互杀母好神搅扰，动物得着瘟疫，人会生着这皮肤病，农作物互这冰雹也是草莓啊，拢总食了毁坏。所以咱看见这9个灾难了后，因是拄着啥？饥荒，因无物件食呢。因搁伫黑暗的所在，黑暗的地，伫遐来3工，无看见太阳，3工的时间，充满惊吓。但是咱看见法老的心有安怎无？法老无咧信道。实际上，咱看见伫每一个灾难了后，法老拢有机会悔改。伊会当放以色列人走，但是伊无把握安尼机会，所以至到代志哪来哪严重，互伊的百姓痛苦到无法度阁继续生存。兄弟姊妹，这带互咱什么启示？就是咱趁有机会悔改时，咱就爱趁机会悔改。伫彼得后书第3章第90有讲，主无延延伫所应允，亲像人看的，有诶看做延延的，就是宽容因，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耶稣还未来，伫圣经这初代教会人，因不断地听候耶稣过来。所以咱想讲，今仔日是2020年，耶稣2000年无来啊，伊应该嘛无来啊吧？但是伫圣经甲咱讲，耶稣要未来，毋是伊无信用，是伊望互人有悔改的机会。悔改这个字是啥？是转换的意思。原本你是行即个方向，但是你180度转换转来。就是咱原本对罪恶伫遐行，但是咱转向上帝来行。所以悔改毋是一时的痛苦伫遐来痛哭流涕，毋是伫遐啼哭，毋是情绪上的悔改。因为情绪上的悔改，有当时啊，当咱即个情绪一过去，可能佫行入去迄个犯罪甜蜜甲享受的内面。所以咱真正爱把握迄个会当悔改的机会。咱爱紧紧离开过去的歹，转向上帝，才袂将家己亲像法老共款，带往迄个灾难，带往迄个灭亡。第三，这段经文互咱看见，人的年岁伫上帝眼中看起来根本无算做是啥物，只要肯互上帝使用，无论伊是少年人，也是伊是年长的，上帝拢要借着即个人来行出上帝要行的事。咱看见。伫即段经文甲咱讲，当摩西甲亚伦徛伫法老面前，行出这大个奇妙代志的是因几岁？摩西80岁，亚伦83岁。这年岁伫咱现代社会，拢互咱定义是年老。所以真侪人，甚至是长者家己，嘛是安尼看家己。我老啊啦，我无路用啊啦。我对即个社会无贡献啊啦，我佫拖累我厝内人。但是兄弟姊妹，咱看上帝敢看咱的年龄是限制。伫诗篇92篇第12节到14节，安尼讲：义人要兴旺，亲像早树；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百香树。既若栽伫上帝厝的，要兴旺伫咱的上帝院内。因年老时，犹原结果子，因的结满满，结生喙。上帝看年长的义人，好亲像左仔树、百香树，这个树仔是有价值的，
受产值的，因的结果子会当卖，因的树木、因的树啊会当是真好的建材，是真宝贵的。所以咱看见上帝，毋是看咱渐渐衰微的身躯，是看咱敢有点伫的厝。什物叫点伫的厝？毋是来教会聚会，是点伫的厝。点伫的厝是讲结连伫上帝，结连伫主。当咱伫年老的时，犹原甲上帝有好的关联，咱伫每一天的灵修，咱会当坚调上帝，对上帝有仰望，咱就会当继续结实做做。即个结实就是咱会当对咱的家庭、对咱的教会、对咱的社会要有贡献。咱来看一寡人物，伫约书亚记有记载，有一个人叫做迦勒。迦勒即个人，咱真印象深的，就是伊伫少年的时，伊甲约书亚两个，佮其他10个人，互摩西派去探迄个迦南地。咱感觉伊真勇敢，伊少年的时真勇敢，但是伊年老的时咧，咱来看，伊伫40岁以前，互伊甲摩西诚做真好的同工。但是到伫因进入迦南地，即时的迦勒已经是80岁啊。80岁会当讲是一个会当退休安养天年的一个年岁。但是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迦南地真侪其他的外族。迦勒既然请求当时的领导者约书亚派去征服山区一寡身脑真悬、真勇的阿兰人，迦勒靠着上帝的帮助，用80岁的高龄赶出伫山区悬佮勇的遐个对敌。另外，咱来看另外一个帮助者，就是伫以色列人因王国分裂了后的犹大国，有一个年长的帮助者，就是祭司耶和亚大。因为当时的母后亚他利亚为着要争夺迄个王权，所以将伊所有的子孙当中杀死，伊家己做皇帝。但是当时已经100岁的耶和亚大，甲伊的太太偷偷啊将一个王子约阿斯来救出来，并且将即个囡仔藏伫圣殿的内面，教育伊、培养伊，诚做是一个对上帝忠心的一个国王。6年了后，即个耶和亚大宣布撤回约阿斯来做王，然后杀死即个亚他利亚。所以耶和亚大诚做即个真年轻的国王的监护人，伊教即个国王爱安怎拆毁偶像，安怎带以色列人恢复对上帝敬拜。所以伫即个年长100岁耶和亚大的影响下面，咱看见即个国王7岁国王约阿斯，伊嘛行出上帝看做欢喜的代志。有可能伫咱年长的时，身躯较弱。气力较无，但是咱会当伫属灵的事的顶面保持活力，咱会当伫属灵的事顶面诚做其他信徒的祝福。亲像保罗劝勉老人毋通爱食酒，着端庄守己，搁伫信、伫仁爱、伫吞忍，无毋顺全。伊嘛劝勉遮个年长的遮个妇人人，是讲老妇人人也着安尼。行动举止着合伫敬虔，无伫诽谤，也无伫做酒的奴才，着用好教示人。咱看见保罗伊无否定人的年龄，伊无讲人到一个年龄好，恁免服侍啊，恁会当退休啊，毋是。保罗劝勉遮年长的人，咱会当伫咱的行为、咱的信仰的顶面发挥好的影响力，咱犹原会当互上帝使用。今仔日是咱常年事工主日，除了呼吁咱爱关心咱厝内遮个年长的长辈，咱教会遮个长辈以外，嘛仰望所有年长的兄弟姊妹，特别咱第一场的兄弟姊妹，拢是年龄会较悬、较大的遮兄弟姊妹，咱当透过摩西、透过亚伦的服侍，搁一摆来提醒家己。咱过去伫服侍，现在咱还是会当继续服侍。因为这才是上帝所欢喜的。上帝无袂记伫咱过去做过什么款的服侍，但是上帝可爱的是，咱看咱的现在，
咱的未来会当安怎继续服侍伊。亲像希伯来书第6章10到11节有讲，因为上帝毋是无公道来袂记得恁的工，甲恁为着伊的名所显明的仁爱，因为恁平素服侍遮的圣徒，到今也服侍因。我爱恁逐人要由原显出即号的温群，甲恁的望满足到落尾。所以咱看过，到今到落尾，互咱拢会当继续来服侍。望咱兄弟姊妹会当转去搁一届来读出埃及第7章到11章的内容。我相信除了咱会当看见上帝的权能，嘛会当提醒家己的内心有啥物需要互上帝除去的。上帝是主爱的，只要咱愿意将即个罪恶交出来，上帝一定会将伊除去。上惊的就是咱继续家伊藏起来，藏伫咱生命内面上深沉的内面。罪恶若藏伫内面无处理，一定会将咱带去迄个毁灭的方向。但是只要咱愿意请上帝来解决咱的罪，伊互咱有悔改的机会，咱的一生就会当行往充满平安、充满喜乐的安尼的方向。咱做伙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阮感谢你，就着即段经文，搁一摆提醒阮，主，阮的确爱亲像遮以色列人共款，阮爱见条你。总是阮也定定亲像遮以色列人，阮伫领受恩典了后，阮也搁违背你。主，恳求你搁一摆来赦免阮，互阮无亲像法老，互阮无亲像伊的硬心，互阮有一个软的心，亲像肉的心，会当接受你伫阮的内心，成做阮生命的救主。嘛，定定将阮的罪来放伫你的头前。主，恳求你会当来洗清，帮助阮成做是一个新的人。主，恳求你赏赐伫阮的兄弟姊妹内面，特别今仔日是阮的常年的主日，阮也为着阮遮的长辈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阮有健康的身躯，也互阮伫信仰上会当成做阮厝内人，成做教会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上年团契献诗。今仔日是咱的常年主日，所以咱的讲台服侍是遮的常年的同工。咱嘛有真欢喜看到常年团契遮的兄弟姊妹会当来献诗。我想因用真侪时间伫练习，可能毋是唱了上好，但是因的心伫上帝面前，拢会当对着上帝接纳。咱嘛欢迎咱的兄弟姊妹，咱年龄50岁以上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参加咱常年团契聚会。
请掀开旧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今仔日你若听见伊的声，就毋通强烈恁的心，亲像伫我受气的时。伊要来数3章15节。今仔日恁若听见伊的声，就毋通强烈恁的心，亲像伫激我受气的时。伊要来数3章5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信诗622首，622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黄佑春、陈秀娥、廖敏树3位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322页，消息报告。第3点，9月27日召开临时会员互会，选出6位长老、11位执事，名单伫下面。定11月22日感恩节联合礼拜中举行长执就任甲翕相。第8点，小会定伫10月25日上午9点半要举行洗礼甲圣餐。为接受洗礼，也是想要认识信仰的，请向牧师报名，以便安排洗礼课程。第9点，教会大订新使者圣诞特刊，每份40块。要订的兄弟，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登记到10月25日截止。奉献部分若有错误，写向中执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信讲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伫连续放4天的假了后，毋知咱兄弟姊妹会有气力，佮重新转去咱的职场，也是咱的工作顶面无？互咱嘛为着家己来祈祷，恳求主手术，互咱气力，吼无因为放假来放松咱的心智。好，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好，咱来为着伫住院的随便兄、敬奉兄祈祷，为着出院疗养的廖吴淑慧姐、秀霞姐、邱玉姐、敬和兄、邓妈妈、慧玲姐、龚基姐、陈其荣长老、春文兄、廖罗素梅姐、怡礼、苏妈妈、宝秀姐、方梅姐、志晶姐、明理姐、米霞姐、阿淑姐、惠子姐、谢丁兄、富美姐、正雄兄、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嘉禾姐，嘛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咱嘛恳求主，有真侪兄弟姊妹可能伫路上的，咱嘛恳求主，想所因平安，会当转来平安到伫厝里，互咱开喙，为着咱的兄弟，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诚做是一个集体，互阮会当幸福伫主耶稣你最头会领导伊下面，互阮会当伫即个黑暗的世代，阮会当跟缀你来行。主，阮感谢你，互阮的集体内面有年轻的，有年长的，互阮会当互相来配合。互相来扶持行天路。主，今仔日是阮上年的主日，也恳求你祝福阮遮上年的长辈，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也会当伫信仰上诚做教会遮后辈真好的模范。阮嘛要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医治看顾，伫病院的随便兄、敬奉兄，阮也恳求主你赏赐互因气力，互因紧紧来恢复，也为着因厝内的人来祈祷，帮助因有疼心、有耐心来照顾因遮的人。主，阮也要为着身躯欠安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来祈祷，恳求主也赏赐互因，有诶拄仔开刀，有诶病疼久久，也恳求主你赏赐因健康诶身躯，帮助因。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祈祷，恳求主你保守怀孕的姊妹，互因身躯勇行，互因巴肚内囡仔也有健康会来成长。
阮也为着阮厝内人可能有侪伫路里还袂转来，愿恳求主，你也保守，互因会当伫路程上拢会当真平安，互因会当平安转来。也为着阮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无论阮伫职场，也是阮的厝内、阮的社区，也是伫教会服侍，阮恳求你手术，互阮新的心智，互阮会当耶稣基督来跑走头前的路，帮助阮，互阮会当有健康的身躯，也为着主做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